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事，买新厝煞无电通用，实在互人冻心肝。这个苦主是中华福兴乡4户透天厝的厝主，因甲建商买新厝，原本要采电火条的私人土地，建商瞧无好势，地主无爱互采，新厝主阁无愿意采伫家己的门骹口，所以用电的问题一直无法度解决。其中有一户人家已经搬入去大路，甲隔壁借电表接电来用，因为只有一粒电表，用电量真大，电费钱贵2倍，阁会跳电，实在真抓狂。规排4户透天厝起好2年多，也阁先达达拍开电箱，煞无电表，嘛无电。无电无法度交厝啊，拖要2年啊。无电变作大人，4户有3户无交厝，1户交厝搬袂起啊。厝内底有电，电煞是甲隔壁借的。这电表，隔壁阿婆啊人真好，借一粒电表互因。电线费阿婆因兜开始牵，佮牵费加带厝顶。厝内底有电，电视会当看，电风会当吹，毋过当时互4台冷气咧胖，对跳电。因为只有一个电表而已，基本上1个月都是3、4千块左右。一般的话，这个是配置是2个电表。张先生讲，当初甲原本的厝卖掉，开970万换一栋透天厝，签头建商讲先用临时电，2个月就恢复正常送电，因才搬回来。想到搬回来才发现是电火条的问题，建商原本要挖电火条的地是别人的地，地主无同意开挖电火条才会解释伫咧这4栋透天厝门口，厝主都无同意。要放我们家门口，我说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让你放？当初不是这样设计。电火条啊，补袂好，含水道水嘛，敢若有问题。自己试射的水沟丢在水沟底，水管都淹没，化粪池的排水就紧邻在旁边，整条。开要1000多万的厝，无电通用，水道水管线搁设伫咧水沟内底，处处都无法度接受。因为建商处理的态度无要无紧，才很艰苦。买方拒不给装设，这时候建商的责任就仅止于此。因为买方已经受领迟延。台电讲，电火条瓦施工的位置是疏失的道路，真侪地主共同持有。地主反对采电火条瓦，所以建商提起诉讼，要等到判决确定，台电才会依法处理。所以这4栋透天厝可能要搁等诉讼的判决出来，才可能有电通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